直接转过来都完了。两场一弄下来，我满工顶咱这边再加完了。来看老板咋弄呀？是给他们半成品还是给他们啥呀？他越是特大的时间更慢。啊，老板，咱们黑色都多少呀？还没看，从这个正儿八经是从这中间，看嘛，从中间这里，我一般我习惯用从这个，从中间这个也是有这个对这中间上的，知道吧？就这个看个人手法有。个人习惯是吧？对。好包着来着。哪个？完了吗？3秒。3秒7。